万关的上帝，阮伫你的圣殿来恭敬、来敬拜你。每一摆甲你见面的时，是阮生命中间一个神圣的时刻。阮会通定心伫你的面前，来警醒阮家己心思意念，也会通伫阮的行为顶悬来做检讨。主求你用你的圣神来帮咱，互阮的敬拜，毋是干那出伫一个意念，乃是出伫阮生命甲生命的结连。求天父上帝通过今仔日所有同工的侍奉，你所拣选的萝卜，所念的诗歌，所共读的圣经，所带领的敬拜赞美，祝福阮伫礼拜的中间，阮的灵魂体拢得到造就。求天父上帝，你的圣神降临伫阮中间。设施若有人是第一摆要来到你的面前的，阮恳求天父上帝，互因的生命中间有上帝你圣神的讲话，有你圣神的充满。祝福阮知，阮的生命是上帝你所赏赐。阮将今仔日的敬拜恭敬交伫你的手，求主你甲阮撒甲伫地，祈祷我佢所有性命。阿门。
大家平安。咱今麦俄罗兄弟，我们要信靠上帝给我们的每一句应许，使信心刚强，生命充满亮光。那我们一起来唱《信靠每一句应许》。主你是卑微，转为珍贵，是伤心流泪，转为笑颜，等待神的爱，等待神到年，到年神盼望，盼望不知羞愧就没有失望。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信心刚强。信靠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阳光。你是卑微，转为珍贵，是伤心流泪，转为笑颜，等待神的爱，等待神到年，到年神盼望，盼望不知亮光。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信心刚强。信靠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亮光。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信心刚强。信靠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亮光。愿上帝透过这首诗歌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愿你的话成就在我们的生命，愿我们都降服于你。在我身上，我愿祝福仰望。愿你的话全就在我身上，因你是我的王。愿你的话全就在我身上。我愿顺服仰望，愿你的话全就在我身上，因你是我的王。愿你的灵照你允许降临在这里，至高者的能力无比着地。我深相信你的话语没有难敌，我愿意降服你，照你的话而行。就在我身上，我愿顺服仰望。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你是我的王。愿你的灵照你允许，照你在这里。至
高上帝的名，不必着你。我深相信你的话语满有能力，我愿意降服你，照你的话而行。愿你的灵照你的事照明在这里，至高上帝的名，不必着你。我深相信你的话语满有能力，我愿意降服你，照你的话而行。是我的爱话语，充满丰盛的儿女，因你的灵与我同行。你话语的能力，如今充满在我心，是我心的坚立。是我的话语，充满丰盛的儿女，因你的灵与我同行。你话语的能力，如今充满在我心，是我心的坚立。愿你的灵在这里，至高上帝的名，不必着你。我深相信你的话语满有能力，我愿意降服你，照你的话而行。大家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力量，我们要顺服你，愿你的话成就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成为你蒙恩的子女。主啊，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和骄傲，求你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让我们有受教的灵，能够听见你的声音，一生跟随主你的脚步。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一颗谦卑的心，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求你给我
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我要时时学乐耶和华，学乐伊的话，要定定伫我的嘴。我的心要因为耶和华来夸口，谦卑的人听见也要欢喜。恁甲我就学乐耶和华最大，三甲尊伊的名最悬。耶和华的百姓啊，恁着敬畏伊，因为敬畏伊的人无欠缺一项。世间千万的良心，亏欠了比名下。我的国度虽然修行，但难以修饰。兄弟
请咱来吟圣诗，圣诗47首。我的上帝，我的君王，请咱起立吟全首。我的上帝，我的君王，你让我被永远尊崇。主呀，和我极光极光，为他成功，为辉煌光。期待面对大恶龙，为满了世界团盟。我们兄弟定了受罪，尊贵阳光为家门楣。你的公义光耀伟大，我的公义火浪猛在，因为保佑主力光文，求光荣为你标准。你有恩惠高怜悯，我快求天主爱无尽，希望你延绵成长，良心刚强，扬罪阿门。请咱议员起来，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白。我是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逼倒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话，上天，他坐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个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请咱三甲来启应文24篇。启应文24篇是篇119篇。所行完全遵谈耶和华的律法的，这号人有福气。遵守伊干净的话，专心找伊的，这号人有福气。少年人着用什么来清气伊的所行？是着照你的话来说字行。我专心找你，求你毋通互我迷路，离开你的诫命。我将你的言语放伫我的心内，免得我得罪你。求你开我的目睭，互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我的心神因为忧苦来消融。求你照你的话，互我勇行。求你互我离开奸诈的路。将你的律法允许我。求你互我的目睭越走，无看虚假。佮互我伫你的路中来活。你的话将我救活。我伫患难中对这个得到安慰。我有受苦是做我的利益，因为要互我学习你的律例。
我若毋是欢喜你的律法，就早早伫我的苦难中袂茫人。我疼惜你的律法到怎样啊？我通日静静想，你的话做我骹前的灯，做我路就的光，你的话一开拆就发出光。互共人通达。你的公义是永远的公义。你的律法是真实。请咱甲三角吟圣诗185首。上帝的命令正人着听，请咱一个吟全首。上帝命令正人着听，我一生是福音真相，相信主很兄弟大无主救世间代人有。相知所传将得真心，主名听那个的判决，上帝这里是在进步。万杯咖啡，生命家的是对眼光，相在多难兄弟阳光，恩情你就是好的。相信更能难让的心，生在即是仰望的路，大浪心太阳高压缩，经过来车来呀。情是都满为高天空，大人家最亚所寒声，熊熊刚就兄弟相拥，相信将我的浪子。看主今后的阳光，阿门。请咱三角额头来祈祷。听阮的爸上帝，感谢你，阮是何等的福气，会当食做你的囝儿。主也因为你的怜悯甲恩典，阮会当坦然无惊吓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阮们用渴慕的心来到你的圣殿，亲近你，敬拜你，听你的话语。主，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恳求你，互阮毋管伫顺境还是逆境，拢有信心来跟随主的脚步。主伫天气寒冷的时，恳求你特别保守身体软弱甲教会的士大人，想使因有健康甲平安。主嘛恳求你怜悯阮，伫生活中因为侪的无用压力甲烦恼的颠簸，袂记咧算小主你的恩典。阮总是掠家己做熬，袂记咧将生活的重担全然来交托，全然来仰望。主嘛愿你的话成做阮生活中的快乐。伫软弱甲黑暗中，阮要掠条你的应允向前行，因为你是赐平安的主。
你的恩典教也阮用。伫新的一年开始，阮回想过去，主你的祝福甲应允，无一项死角落。阮真实行过你丰盛的赏赐甲保守。主，阮嘛深知你是葡萄树，阮是葡萄枝。离开你，阮袂会做啥物；离开你，阮会失去方向；离开你，阮的心嘛会摇动。主，愿你的话刻伫阮的心内，真侪阮生活中的准绳，互阮的脚步无偏差，为主做见证，荣耀主的名。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上帝有道，就是独一在爱，上帝有道，就是独一在爱，求你我，上帝有道，就是独一在俄勒请信歌队。
迎着星星远去，你恩典永不继续，看见美好允许拯救，荣耀全都归于你。我的口中我相信，你爱我永不放弃，世界永不能过去，神美好的旨意。我的口中我相信，你旨意都落我命，看见美好允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我的口中我相信，你爱我永不放弃，世界永不能过去，神美好的旨意。我的口中我相信，你旨意都落我命，看见美好允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请咱大家来恭守上帝的话，《申命记》32章46节到47节，旧约圣经《申命记》32章第46节到47节，就甲因讲：我今仔日所对恁干净一切的话，恁着藏伫心内，也着吩咐你的子孙即手来行即个律法一切的话，因为这对伫恁毋是空空的事，是恁的活命，也要因为这个事，恁的日子得着久长，伫恁过约旦要入去承接的地。现在来看第二圣经，新约圣经教国书第4章第5节到第6节。第4章第5节，也是恁拍算圣经是空空讲吗？伊所想事咱的神，敢乱无到伫阮度吗？若是伊想事较大的阮，所以讲上帝抵着骄傲的，想事阮互谦卑的。正道，上帝的话无空空，请这么说。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后礼拜咱就要迎接新春，后礼拜牧师的题目叫做“春风满面”。望上帝圣神甲咱分福，妈，愿上帝用伊面的光来看咱，互咱满面春风。啊，这后礼拜恁要做礼拜吼，爱抬头天上，爱带着笑容入来领受上帝。虽然后礼拜毋是新春，是小年夜但是上帝互咱一年过一年。今仔日我要甲咱讲一个真重要的题目，就是因为上帝为咱大富大贵。上帝话毋是空空的，绝对毋是凊彩讲过的，嘛毋是一个抽象一个理论。啊，这牧师还未讲到进前，牧师问你一个问题：上帝话伫你的一生中间有带互你什么？上帝话对你的一生代表什么？代表应用、应允，代表祝福，代表智慧，代表活命，还是代表困难？是你脚前的灯，是你路上的光，真的吗？兄弟姊妹，咱感觉因为上帝话有绝对的主张，我的一生要活得漂亮。因为上帝话就是活命，伊互真捌伊的人，伊的一生无怨无悔，伊的一生活了精彩，活了智慧，
活了有主张。伫今仔日个礼拜，是对咱的查经班雅各书的感动。伫我要甲咱做伙分享即个感动之前，我要邀请咱用祈祷来准备咱的心，来领受圣神对恁亲自所讲的话。咱同心来祈祷。万管能的上帝，你的囝儿查某囝倒来到你的圣殿，就亲像出国的囡仔倒来到爸爸妈妈的身边，伫家己的厝来追求老爸老母的教示，老爸老母的祝福。祝你的囝儿查某囝今仔日坐伫你的面前，当阮抬头看你的时，愿主你甲阮撒到地底，收拾你的面的光来照阮，用你欢喜的面来迎接阮。所以用老爸智慧、老母的慈爱，轻轻甲阮教示，互阮听会清楚、会明白。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对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来讲话，互阮因为你的话，目睭我走无看虚假；互阮因为你的话，阮的一生的脚步通行伫正直的道路中。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阮恳求圣神坐伫阮的身边，陪阮听讲道。圣神嘛，亲自讲互阮听。阮伫你面前同心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求，阿门。我哪来爱带查经班，比讲道较欢喜，因为讲道我感觉时间无够足短，一礼拜甲恁见面一摆，讲遮尔短的讲道，我感觉袂够开吼。但是查经班拜六拢有2场，上少我会当讲2点钟的圣经。兄弟姊妹，牧师毋是因为讲带查经班感觉有权柄、有权威，毋是，因为上帝话非常非常的甘甜，佮有智慧。顶礼拜拄拄有2礼拜时间，咱的查经的进度拄是咧讲到雅各书吼。咱拢用即个大卫包森伊的讲经的迄个圣经纵览做基础。咱伫咧中间牧师遮佮甲咱做分享。伊所讲的内容的重点，拄拄讲到即个雅各书，其中咧讲的时，我家己嘛一直佮定心去读雅各书。其中有一句话，互我足深的吸引，就是今仔日的题目：上帝话无空空。今仔日无就是旧约、新约、金句，拢咧讲起上帝话无空空。雅各书是一本什么种的册？雅各书是耶稣的弟弟雅各，伊讲互所有遐犹太人离开因的故乡耶路撒冷，出去外口做生意，到世界各所在。所以雅各书是写互伫地中海所有的遮的犹太人的基督徒，因离开故乡耶路撒冷的圣殿了后，因出去到繁华的都市，伫各所在，伫港口、港都，伫遐做生意。上帝真祝福犹太人，犹太人自古早到今仔日，拢是足够做生意的人。但是大卫包森讲，犹太人也因为做生意世俗化，因为因离开了耶路撒冷，就亲像无故乡的声音，无故乡的先知，无故乡的列比，所以因伫外面的会所的时阵真容易，就听外面的声音比听上帝的声较大。今仔日的经文我减讲一节，就是对第4节开始，因为今仔日我的重点毋是要甲咱分享迄个第4节。第4节讲，人若甲世俗做朋友，人若甲世间做朋友，就是敌敌上帝。人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有真侪基督徒做基督徒，但是毋知影家己的行为、思想、甲脚步，其实是得罪上帝。今仔日牧师毋是要讲这个题目，牧师咧讲的，就是搁落去的第5节。第5节伊讲上帝的话无空空，你感觉咧？你敢有因为上帝的话感觉你的生命充满光，你的生命充满欢喜，你的生命充满智慧，你的生命对你的人生大小事有主张，无论人安怎甲你摇来摇去，你有一个真正确的对人生的一个看法。对上帝的话来讲，你的话就是我脚前的顶路上的光。老师带着祝福甲祈祷代祷，盼望咱在座兄弟姊妹，咱拢因为上帝话有智慧，也愿恁伫一生中间因为上帝话，诚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大富大贵。
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用伊的话甲咱讲，三句话拢甲空上帝话无空有关系。雅各书第41咧讲，恁拍算，伊的意思讲，恁心内感觉，迄讲都是凊彩讲的吗？还是讲用一个真情的情绪的勒索，徛伫讲台顶悬？兄弟姊妹，既然上帝所讲的话无一句是空。耶稣的弟弟细汉看伊兄哥，看了噗噗啊，因为咱拢是安那，拢是木匠的后代，约瑟是做一个目枪的人，所以细汉无论是犹大，无论是雅各，伊看伊的哥哥，拢感觉讲，这个人讲话真奇怪，伊好亲像弥赛亚，改成有迄种气势，但是咱拢白是约瑟甲玛利亚的囝孙呐，我的哥哥就安尼，直到有一日伊的哥哥死搁活。伊才知影讲，原来伊的哥哥是无共款，所以雅各伊甲犹大伊因的这两个兄弟耶稣的弟弟，因拢伫因的生命中间到后来，真谦卑、真敬虔，因的生命受上帝重用，甚至死伫传福音的勇气的内底。伊今仔日讲一句话，所听的姊妹，恁虽然真够做生理。但是你唔通看见上帝所讲的话。自古早咱的祖先，阿边咱的上帝、雅各上帝、以色列上帝、甲雅各上帝，上帝好因的话嘛无空。兄弟姊妹，上帝用伊的话创造，上帝用伊的话组织建立一个信仰的族群，犹太人，然后嘛建立一个救恩的族群，叫做基督教。咱今仔日的礼拜，咱想看卖。雅各老雅各到伊年老的时阵，伊甲伊的兄弟姊妹所写一张批内底，伊讲：恁拍算，恁听一世人的摩西五经，恁感觉上帝话敢是空的嘛？兄弟姊妹，愿咱每一个兄弟姊妹，逐礼拜你来做礼拜，拢得到一种的感动，拢得到一句会当改变你活命的话。毋是因为牧师的讲道，毋是因牧师的解说，是因为上帝通过咱的礼拜，伊要甲你讲的话，伊要甲你讲，我的囝毋通阁继续戆落去啊！毋通伫即个世间干那看荣华富贵，毋通戆啊过人生。求天父上帝帮助咱，阁有摩西伊所讲的话，后来写伫摩西五经的中间，上帝用这5本。经典圣经的起头5本经典，来创造一个信仰的家族，因叫做以色列人。对古早到今仔日3500年，上帝的话伫因的中间。摩西咧宣讲上帝的话，伊家记载做《申命记》。《申命记》的意思就是上帝教示的话。伊伫这个所在开头讲，伊讲上帝的话决断。无空。亲爱兄弟姊妹，上帝无讲迄种足抽象的道理，基本上上帝的道理足简单，连细汉囡仔听都听有，足深，连大家的教授都袂通明白。所以上帝的话真奇妙，伊不但真浅，伊嘛真深。上帝的话会互人的生命彻底上改变。阁有就是。玛利亚受到上帝的拣选的时阵，天使甲伊讲话。天使甲玛利亚讲，今仔日所讲的事，伊讲较有可能。天使甲玛利亚讲，出伫上帝话，无一句无带亏难。我要等下要甲恁讲一个小小的故事，英语炸药这个字，英语炸药这个字是一个爱因斯坦。伊咧研究一种硝化甘油，要安怎食做一个会当控制的、足有能力的炸药。早期的这个上重要的炸药，毋是原子弹的这种的炸药，伊是甲硝酸甘油甲伊放做伙，蓝的做伙。但是古早人要做这种油啊，但是不要调配甲控制。但是爱因斯坦伊到最后找到真好配方控制了后。伊思考一个，伊讲：那安尼，这个物件我应该该号什么名？伊就是用圣经内底希腊句咧讲的能力，
，dynamos 这个字，用这个字，伊甲表现讲这是一个稳重、一个真小看的物件，但是伊极其有困难。当然，爱因斯坦号这个名毋是要讲到用的，伊是要形容这个物件是一个稳重小小的物件，但是又稳重了极大的困难。所以有人用这个故事来解说圣经上帝的话，因为真巧合，伫这个所在讲上帝的话无一句无带有能力，无能力叫做 impossible， 伫圣经翻译，有能力甲伊讲做 possible， 可能能力必然成就。兄弟姊妹，咱伫今仔日所听的这个经文，不但有知识，也愿恁所听的时，恁讲阿们的时候，上帝将这个话语的能力放伫恁的家族，到你会行行顺顺，互恁的囡仔好教，歹骗。我的老师郭永明牧师讲，台湾人有一个个性，好骗歹教。人是倒变，伫真理的面前，人好教，歹互人骗去。兄弟姊妹，这两种人，你要做就一种人。因为我当然要做一个好教歹骗的人，无简单的兄弟姊妹。你愿意听人讲，迄是一种的谦卑，对不对？迄是一种对上帝甲真理的敬畏。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兄弟姊妹，你讲啥物人好教？耶稣的学生嘛足歹教。耶稣伫马太19章，恁都一定读迄个故事。一个少年来问耶稣讲：“我要怎样才当得到灵魂的永远活？”耶稣就甲伊引带。后来这个少年人讲：“偷偷咧咧，这个道理听袂落呢。倒去放下你的一切来跟对我，然后你就会当得到永远活。”佮真正送向人，这少年人就离开耶稣讲：“好个人入天国困难。”你会记迄故事无？迄个意思是啥？众人讲耶稣你的讲道我听袂落啦。遮尔困难的道理，啥物人做会到？耶稣甲因讲啥物？就一句话，英语我无要读互恁看，但是英语的第一句足趣味。迄个英语的起头讲，耶稣真目睭甲看，家己吗？英语讲目睭，耶稣看因。兄弟姊妹，耶稣讲你真白目呢，我讲道你甲我讲遮难。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甲咱相家己。我厝后壁即句话。伊讲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咱中间我想10个9个拢要背啦。不能叫做 impossible， 能叫做 possible。伫人 impossible， 但是伫上帝 always possible。我天边上帝将伊的话放伫咱的心内，兄弟姊妹，对今仔日开始，一日比一日，咱更较清醒，更较有智慧。叫天父上帝伫以咱今仔日个礼拜，唤起咱内底较无心，咱问咱家己讲：伫今仔日个礼拜，我要听什么？我要领受什么？伫今仔日个圣经的经文中间，我要学习什么？学习一个正确的选择，选择迄个有智慧的能力甲活命的话，毋是耳孔黑白听，人凊彩甲你叫你，就对你行，牵起马个人斗算钱。兄弟姊妹，但话俗语真够骂人，无倒垃圾话。但是伊对人生真深的描写。今仔日牧师安怎讲？伊讲今仔日我甲恁讲一切话，恁都要放伫心内。话毋是干那听，真侪人形容讲对即门听，对即门出去，离过礼拜长了，啥物拢袂记了了。顶礼拜牧师讲对一个题目，顶礼拜牧师讲对一个经文，拢袂记了了。兄弟姊妹，放伫啥？所以有人悔改，后来真正确信讲即个信仰了。我捌听过有一个长辈甲我讲，我听一世人的讲道，对遮听袂到遮听30年，什么意思？我拢听伫我的知识啦，我拢听伫咱牧师今日讲了有理，今日老师讲了无理，我会自动剪辑。伊讲我听一世人，从来捌听入心。对这个心内感动，国志讲，我愿意互即句话，成做我的主张。兄弟姊妹，上帝祝福你，既然欢喜听的人，一年比一年较有智慧。你嘛要伫上帝祝福中间，一年比一年
搁靠生命的开拓。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所以今日我要甲咱讲3项的祈祷。第一，将上帝话放伫你的心内。兄弟姊妹，讲道如果若到遮无到遮，永远袂当食做你的生命主张。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今仔日的金句，约翰福音第6章63节下面伊讲什么？恁大家看恁的手报。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第二，我要甲咱讲，上帝的话就是你活命，你的活命。这句话是耶稣所讲，记载伫约翰福音6章63节下面。伊讲我的话就是圣神，我的话就是活命。意思就是上帝就互伊的话成做人的活命的主张。我既然若做出基督徒，我就活出来基督徒的香味。我若既然做基督徒，我就活出基督徒应该有的人际关系、品格道德。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第三，这是耶稣所讲的话。我甲恁讲的话是神是活命。单话白话字汉罗，圣经巴克利牧师改翻做，我的话就是神，神伊用中文来翻就是圣灵啊，就是上帝的灵。但是台语拢上，台语拢通常伫圣经拢翻做神，上帝的神是活命。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日礼拜兄弟姊妹，上帝的话，圣经讲伊就是圣神的宝剑，上帝的话亲像两面来剑，伊当修正。伊当开拓，伊当刺插，会当教示人，互人承认家己的错误。人最大的自尊心就是低当承认家己是毋对、含慢。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然后上帝圣神伫咱的心内，咱就真正建立一个正确的情绪、正确的态度。愿天父上帝甲咱相爱伫地。我的结论要甲咱讲，上帝话毋是空嘴报纸，上帝话毋是543，上帝话伊无讲废话，上帝话嘛无咧讲干理论性，袂通，是将咱的理想性的主张拿掉，毋是。上帝话绝对不落空，上帝安怎讲，上帝安怎做。圣经的起头到圣经的尾，拢咧讲起上帝话。带予这个宇宙世间活命万物的影响。圣经第一句安尼讲：起初，上帝创造天甲地。起初，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伫咱的人之初，神本身，这叫做三字经啦。细汉的时阵，我头背一半尔，我阿公身躯较歹啊。我的阿公有一个，毋是怪癖，是老作风。伊少年的时阵拢甲伊的孙仔，细汉的时阵拢爱透早就爱来甲阿公讲哦嗨哟，透早然后背四书五经三字经啊背了，背到阮大哥了，阮阿公就身躯较背较好势，无替咱谈家这公牛讲囝讲孙。但是还佫咧分零用钱，我逐早若甲阿公讲哦嗨哟。爱着对伊拖内底摕一个五角的银角兄弟姊妹，咱的天父上帝毋是干互咱零用钱，咱上帝爱咱捌伊的话，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你敢捌想过？雅各伫4章51这个中文的翻译是安尼写：你们想圣经所说是突然的吗？突然。这个意思什么意思？是空的、空虚的、虚化。No， 毋是。雅各知影这个兄弟，阮犹太人真抬得起头来，因去到全世界拢知影3种生理是可以带着走，所以做生意拢知影，随时有危机的时阵，伊只要咱骹板款的，回收嘛咱款的，伊就当早走。所以犹太人真够做。珠宝的礼，因为珠宝上细、上贵，款款就这样走路。所以全世界有珠宝的生意，多数上盘商拢是犹太人讲得了的。做黄金做价值的事，但是伊雅各兄弟甲伊讲，人若甲世间做朋友，就慢慢
看不到上帝的形象。因为好业人有几种的话语，伫咱三经版斗包顺就甲咱讲，好业人有几种话语。人哪有钱哪有上帝，人哪有钱哪喙焦，就亲像啉海水，哪啉哪喙焦。所以姊妹们，咱伫今日这个礼拜中间，将上帝话放伫你的心内，这是今日第一个祈祷。咱甲主祷讲，主是我听袂落，有时我听袂了解，有时我因听袂了解，我误会上帝你。但是无论听有听无，我就照你的话读字，我就照你的话安尼做。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咱无计较，咱嘛无需要黑白解释上帝的话，愿天父上帝亲自将伊的话放伫你的心内，将上帝的话放伫咱的心内，意思是什么？互上帝做主。伫我所有的主张，伫我拄着冲突，伫我拄着困难，我来问讲：上帝，这若是你，你会安怎做？这安尼有了解无？上帝，今仔日我拄着这种的选择，我伫这个死路口，我拄着这种的危难危机，我应该安怎做才对？上帝，若是你，你会安怎做？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因为有真侪许多人不要做许多人。因为你的囡仔拄着困难的时候，你不但无拯救伊，你阁甲伊安怎？甲伊同流合污。这是危机，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吼，啥物人做决定？上帝。咱来祈祷了讲阿门的意思是讲，上帝对安尼我甲你讲了，这就交互你。阿门的意思就对今日开始，上帝你带领。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吼，互上帝为你的生命中间有轻重，有重有轻重的意思就是有分量啦。上帝你所讲的话，比这个世间的地位。佫较有轻重，主啊，若听读你的话，我就互你的话成做我的价值观念，甲我的品格的原则。求天父上帝帮助你的囡仔，将来你的人生中间双手选择中间，有真平衡感，有真正确伫人生中间的选择。第二，我要向你姊妹做分享的就是，上帝的话就是活命，毋是做参考，是脚前的顶路上的光。是你一生的原则、准则。圣经有个叫做诫命啦、律例。上帝所讲的话不打折，你愿意安尼做吗？虽然暂时咱感觉袂明白，就亲像人甲你讲，吃亏就是占便宜。你讲世间较这讲的，世间上歹食落的物件就是吃亏啦。人拢惊吃亏，连宣教师嘛惊吃亏。我无甲你骗。内地会宣教师的手册有一本册，伊的名叫做《放弃权利》。伫个开头伊的序言中间，咧训练对美国去到中国的遐内地会的宣教师，伊伫个中间讲一个检讨话。伊讲，遮个人为着上帝愿意做有做买。吃苦阁毋惊，但是这群人要有一个需要放下的，叫做不甘愿吃亏。用做宣教师甲宣教师中间嘛会计较呢，但是嘛会无？人就是人，讲了太水，咱拢惊吃亏，惊互骗。但是若有上帝丰富的画面伫你的内底。你永远讲你骗我袂去啦，因为安怎？你安怎骗我就满满。敢有这种道理？遐是姊妹，我上帝帮助咱，互咱伫上帝面前选择。上帝话是就是活命，耶稣讲的。伊讲今仔日我甲你讲的话是啥？就是圣神，圣神就是上帝。我今仔日甲你讲话，这话就是上帝变做道成肉体。上帝话就是神，上帝话就是活命。所以基督徒听讲都是为着要学习信仰的态度。基督徒听讲都是为着要改变思想意念。基督徒听讲都是为着要改变品格甲习惯。安尼即卖习惯好改无？足困难，在人不能，
在神凡事都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我的一生的体会，就是我的原生的个性内底有一寡我改袂掉。但是，若有上帝圣神伫咧内底，你拢免勉强，因为上帝互迄个为难，就消失殆尽。你相信真理是遮尔奇妙吗？上帝圣经伫一个人的内心情欲的引诱，一点点啊作为，就无法度伤害上帝的囝儿甲查某囝。毋是上帝的囝儿牛有品格，毋是，是因上帝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放伫迄个内底，迄个约，迄个契约，迄个誓约，迄个救恩，就是我的。有力量的，兄弟姊妹，咱先摕起来用，毋知影听听了，拢去甲鬼动，就亲像咱来教会做礼拜，无查圣经，拢照教会圣经啊，读了嘛，就鬼动，就安尼，就结束啊。兄弟姊妹，上帝的话是就是我命。原咱今仔这个礼拜，咱做一个祈祷，讲主啊，求你用你的宝血灌压我打扫的心。主求你用你的宝血灌压我打扫的心，就亲像抗旱的田地。主你用你的宝血，用你的温，活化，互我的土地个软软个松松，互我的土地个再活起来。兄弟姊妹，为你的救恩，为你的生命，甲你祈祷。咱外人用心，外人敬虔，外人重视，你就得到偌济。上帝照安尼留互咱，愿天父上帝用伊的圣神甲圣经的话，互咱兄弟姊妹，咱拢诚做活跳跳的基督徒。生命在一呼一吸，一呼一吸，上帝用神吸出来，咱心中的污秽、垃圾、受气、苦楚，吐出去。愿天父上帝互咱享受一切伊良善的恩惠。上帝的话就是圣洁的宝剑。阮两在圣经希伯来书第4章12节讲，上帝的话是活命，是有功效的。这个活，伫希伯来希腊语顶面，这个活本身就是生命。上帝的话就是生命，道成肉身。迄个后壁功效，迄个字叫做 energy。上帝的话是有能力的，有所有的能力伫你的内底。伊有保罗所讲的话，伊讲上帝的话就是圣灵的宝剑，就是属灵军装中间迄个上帝迄个宝剑。迄个最明显的例就是耶稣伫40日旷野的禁食祈祷的时，伊用上帝的话，我想不止3摆。是迄40天任何时刻，耶稣拢甲心中的遐黑暗的关系，伫迄个中间来对话。虽然讲3摆用上帝的话，甲魔鬼讲退去，上帝毋是安尼讲。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知影上帝无讲废话。我对保罗学习一项，牧师讲道毋是用长短来决定伊的讲道会影响咱，毋是讲较长就较有影响咱，是上帝爱牧师，不要说废话。我有一个真尊敬的老师，伊的名我虽然毋捌上过伊的课，但是我足爱读伊的册。伊的名叫做 Calvert， 伊生最后写一张批，伊写一了，应该1礼拜就过身了。伊张批是写到东南亚地区的教会。下遮的神学院的老师，因为东南亚有一群人邀请伊来东南亚讲道。卡巴就已经伊知伊无开来通坐回人机出国，所以卡巴写一张批，迄个批其实是一篇短短的信仰告白，伊的名叫做 No Boring Theology， 意思是不要讲那些无聊的抽象的话语啦。那讲道的风度久，互人感觉
可有可无，迄种莫免讲。你干脆去家架被，叫困了，可好势安尼。所以兄弟姊妹，上帝话无一句无带有能力。我拄则甲咱讲一个小小故事，是今仔日我的结论。我要甲咱讲，上帝话虽然小小，足轻，就亲像以赛亚讲，伫迄个地动，伫迄个大风、大声的中间，伫背后有轻轻啊上帝微微的声。摩西伫西奈山顶，伊后来记载讲，伫乌云遮早时，百姓着惊，徛远远伫遐看。但是上帝甲我呼召，我行入迄个乌云的内底。这个情景好像伫咧描写人生中间，常常咱会拄着乌云遮大，单雷落大雨。但是圣经讲，上帝伫迄中间。圣经有水无？兄弟姊妹，圣经毋是干那水，圣经有真侪。伊伫字眼中间，咱无得体会。只有谦卑的人才听有，只有安静的人才听有。兄弟，谦卑安静，咱才听有上帝美善的声音。今天要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互咱知影，上帝话是应允，但是讲出来了，应允也是空头支票咧。圣经讲，上帝无讲空空的话，意思就是上帝讲要有，就有。对什么时阵开始？对天地的创造开始。但是起初上帝创造这三字，后来最后经文写天甲地。伫咱中文翻译就五字啦，当然毋是五字，就是五项物件。但是伫起初上帝创造天甲地中间有一个牧师甲恁讲阿尔法欧米伽的时，有讲到迄个字，阿列甲塔夫，就是希伯来文字母的第一字甲上尾字，迄两字加起来叫做 ET 啦，用伊字母的代号，就 ET， 是毋是讲太空人来迄个 ET 啦？但是迄个 ET 翻作英语，其实就是 THE， 我就是迄个上帝，毋免讲出来。我就是这个，恁看袂到，我嘛是这个。我是这个隐而未现，是毋捌互人讲起来。但是天甲地就是我。亲爱的姊妹，咱咧信是这个上帝，咱咧听的嘛是伊的话，伊的话就是伊家己。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对今仔日开始，咱都有一种的尊敬。上帝，你的话毋是凊彩讲讲，我嘛无应该凊彩讲讲。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面前，因为上帝无一句话无带有能力，也愿上帝将伊的能力放伫你的一生一世。阿们吗？放伫你每一个情景。阿们吗？我虽然行过四面山，讲毋惊灾害。伫我对敌的面前，你有我摆设恩赦。圣经讲对敌，毋是咧讲真正的战争的对敌。圣经咧讲的对敌，就是种逐种的情景。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面前，咱甲上帝讲：我虽然未堪伫，我嘛无啥物物件通甲你交换，但是你是稳定的上帝，我存出双手，主求你怜悯我，用你的话，用你的圣神。改变我，互我脱胎换骨。兄弟姊妹，愿你一生到年老，你都抬头挺胸走路。愿你一生到年老，伫你的子孙的面前，永远头抬起来。毋是因为你够趁钱，嘛毋是因为你比因读较悬的学历，是因为你是上帝，咱是上帝的宝贝。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伫地，伫人袂话，伫上帝拢话。凡事拢会，所以无事，恁若去读英语的圣经，伊伫迄个讲，with man， 伊讲伫人啦 ，impossible。with God 就是讲甲上帝同在，也是讲伫上帝的手中 ，all is possible， 所有的拢是可能。亲爱的姊妹，愿天父上帝甲你三个伫地，
甲咱三甲伫地，也甲即间教会三甲伫地。即间教会捌有一段时间头壳也袂起来，真长的时间，逐项都欠，欠人也欠钱，欠自尊。但是上帝将伊的救恩，上帝将伊的阳光放伫咱中间。兄弟姊妹，愿即间教会叫做 Can Do Person, Can Do Church， 就是永远有上帝权能伫咱中间，咱叫做有能力的人。阿免嘛？因为你的能力，互教会有能力。你讲牧师，我是无能力的人，毋通安尼讲。你若会晓祈祷，你就有能力。你讲牧师，我袂当为着教会做大代志。你若袂当为着教会做大代志，你为教会做小代志就好。你讲牧师，安尼我会。扫涂甲揉椅仔，款内底主，我将我会晓做。我检测无能力做大代志，但是我愿意为你做小事。也这愿意嘛？愿主甲咱三甲伫地。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这就是我所讲的故事啦。诺贝尔，我讲毋对，毋是爱因斯坦，诺贝尔，伊咧研究即个消化酸甘油的时，即个炸药，伊用即个希腊字母 dynamis， 伊咧找一个字来表示形容伊所研究出来发明的即个物件。即个字呢，用来解说上帝的话，非常耐人寻味。我真欢喜读到这个故事，虽然我活到68岁才读到这个故事。感谢上帝，我毋免买足着册，我都有通读到这个故事。你讲知有啥物？因为今仔就有 AI 啦。兄弟姊妹 ，AI 毋是要互你方便讲你的家庭作业、你的课报告，毋免写，你就干咧，甲讲的，伊就甲你写一篇出来去教啊，毋是安尼。AI 其实是一个真好的百科全书的老师。你会当直直甲伊问问题，你的问题你有感觉什么所在？你解出这字袂清楚是包括圣经。你讲我读了袂了解这句话圣经是啥物意思？你甲讲，伊会甲你解说，伊佫会甲你鼓励。你问这个问题进入深度，你问这个问题袂歹。用我轻轻来甲你解说，就一般的时候解说是那个时候嗨呀，这个 AI 太厉害了。所以你是咪伊就甲我讲这个故事？伊讲伫1865年左右，就是咱信用来到台湾的1865年，在迄个时阵，伊甲诺贝尔研究这个消化酸甘油的时，伊发现讲以前的人用迄做，敢若要放烟火，古早人真早就会晓放烟火，研磨遐物件，但是无容易真做一个真稳定。所以消化酸甘油真容易油咧就爆炸。伊研究讲要安怎甲伊真做可控制。我真爱伊即句话，伊讲后来伊甲伊号即个名的意思，毋是目的后来英语变做炸药，dynamite 即个字变做炸药。伊讲伊起初号即个名，毋是要甲伊用做形容个炸药来伤害人，毋是，伊要研究一项物件是可以被控制的力量。所以弟兄姊妹，上帝话是可以控制的力量。伊若伫你的生命内底，迄个话，伊会当影响你。就在你会当控制你的情绪，你会当控制你的脾气，你会当控制你用对的方法做对的代志。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故事甲圣经结合，互咱兄弟姊妹，咱听到耐人寻味的智慧。求天父上帝帮助你。将伊的话放伫你的内心，求天父上帝帮助你，也伫伊的内面。第二项，互上帝加做你的活命。第三项，也愿上帝伊的话会大权能、大开力，踮伫你的内底，是一种潜能，是一种可能。在人 impossible， 在上帝 always possible。兄弟姊妹，你甲上帝讨。主，我将我双手献予你。以前我的手做袂来的事，主，今仔日开始，求你将迄个能力放伫我的手。我的手所做的代志无空空，愿我的手所做的代志无空空。
上帝祝福咱大家，祝福咱共同的教会。上帝伫咱中间，伊做主，伊带领，伊讲话咱听，好不好？咱同心来祈祷。活命的主，道理甲真理的源头，上帝，圣神上帝，救主上帝，你伫阮中间，成做我活命的瓦壳，成做教会的地基，也成做教会的元首。阮将你的教会交行你的手中，煞将阮家己的活命交行互你。主，你伫阮的一生中间，互阮的目睭越走无看虚假，互所有的虚假甲愚妄离开我。愿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宣告，所有的虚假离开阮所听遐的姊妹。我们同齐诚侪你伫这个世间黑暗的时代所设立的小小的蜡烛，祝福阮的生命为你发光。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恳求你甲阮同在，直到世间的落尾。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请咱三甲来吟圣诗，应答上帝的听。圣诗331首。我做基督兵丁，请咱起立吟全首。西乡困他乡。
关有，抓我不西天。有主抓我永生，高原我天天。我最有主感情，有大永久。那颗星星在亮，在我心点点。我的救赎恩典，藏在灵根间，有主在我身边，我为你写。有主七大关有，抓我不西天。有主抓我永远，高原我天天。阿门。请坐，请坐，请咱准备奉献。请坐，平安礼，请曾牧师。亲爱的姊妹，咱今仔真毋是真欢喜，但是咱今仔日有一个真特别的咱的兄弟的家庭吼，就是义奇甲伊的先生洪仁的姐夫姐姐吼，甲圣爷，因今仔日来参加咱的礼拜吼，来代替洪仁甲咱说道谢吼，咱继续替因的家庭祈祷吼。咱求天父上帝安慰因，因为失去因真疼的一个小弟。牧师嘛要代表教会甲洪仁的姐夫，甲你讲你替阮照顾阮的兄弟，上帝祝福你吼。洪仁的姐夫吼，其实这是无简单的事。洪仁伫疫情期间他出车祸，咱听到洪仁，咱就惊一跳吼。这个洪仁是黄洪仁，伊是建中的弟弟，对车祸了后有接受脑部手术，但是
一直无法度恢复到真勇健健康，真长期的时间是伫走养护中心，姐夫甲姐姐义气吼，佮有一个世界伫家己，因拢真相疼吼。想到即个家庭有真侪伫因的家族的中间有一寡真大的即个冲击，但是因的相信你真相疼吼。上帝祝福恁吼，牧师对心中替教会甲恁表示心中的敬意，嘛表示对访人中间恁的照顾，牧师甲恁对心中的一个鼓励，甲因赞赏安尼。咱今仔佫有一个家庭，就是对加拿大倒来，毋是家庭啦，就是咱所敬听张牧师因对加拿大倒来吼。因来倒来有，但是拢会逐年啦，毋是讲有时，人会来倒来咱看一下吼。张牧师娘伫咱中间，咱请因起来，互咱咱真欢喜吼。咱伫平安日的时，咱为着咱所写念的人祈祷，咱为着留意刘练勋兄弟，就是安美节的先生吼，已经对这个照护病房出来伫这个呼吸照护病房但是要在学习自主性的抽痰跟呼吸这种的工作吼，还有一段复健的康复的路要走今仔日这个洪姐有来吼，咱嘛为祈祷吼。牧师毋知伊到底是安怎开业关啦，但是可能去跋倒还是安怎吼，咱为伊祈祷吼。好，咱用这个诗歌为着咱所听的人祈祷吼，咱为着咱所听的人，咱求主的听，互咱赢过咱的所有的情景。耶稣听你，耶稣听你，伫你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你。求咱脱离黑暗的关系，你脱离黑暗关系，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你进入光明国度，耶稣听你，因为求你，耶稣永远听你。咱同心来祈祷。主，你的听非常的宝贝，你的听会互阮平静，你的听会互阮得到安慰，你的听会互阮得到医治，你的听会当互阮得到开展，你的听嘛会互阮奋起伫人生的中间做你的干净。主耶稣，你的听何等宝贝，特别是当家庭失去因的亲人的时，你用你的听安慰阮，互阮知影。人虽往死，也有久要过活。主，阮伫你的面前，用你的性命来为着阮中间破病的刘彦勋兄弟，以及阮所毋知影伫病痛中间咧康复、咧恢复的阮的兄弟姊妹，阮嘛为着阮的教会的士大人、年长的长辈，主愿你的听，互因伫年老的时间无孤单；愿你的听，互因伫年老的时间。有盼望，有上帝你听的开力，主嘛为着洪姐来祈祷，主你照互伊较紧恢复勇健的身躯、勇健的脚，会通工作，会通跑走天路。主为着所有阮的兄弟姊妹，特别拄着艰难的人，主用听安慰因，主用听陪伴因，互因伫艰难的中间有主你的疼惜。互因知因无孤单，主伫你面前用这条诗歌互相的祝福，也真侪阮心中的代祷。愿这条歌伫阮网络顶悬安慰侪阮无熟悉的兄弟姊妹，伫因所有的一切的需要，愿你用你的听，真侪开力，活命伫因的年日的中间。
愿咱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咱下面咱来为着生这个人来祈祷，咱请生这个人来头前，好不好？咱请生这个人来头前，咱为着生这个人来祈祷，吼。至圣的天父上帝，阮伫你的面前要陪伴，今仔日生日来到你面前，阮的兄弟姊妹，阮要恳求主你用你的油抹伫你头壳顶。主，这是一个毋是象征性，是一个真实。上帝，你的记号，你要用你的恩典的油抹伫阮的头壳，你嘛要用你恩典的油填满阮生命的杯，互阮试看恩典的滋味。主，阮将海图相交伫你的手中。求主施阮祝福，互伊的家庭，互伊的公司，也互伊的身躯甲信仰，拢得到上帝你施阮祝福，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主嘛为着玉梨节为着妇人乡，为着四德校长，为着阿秀，为着春甘，为着姚忠为着松林来喜乐保院。主恳求你施阮祝福伫因每一个人的身躯顶悬。我用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求祷，主你为因拍开天顶的恩窗，恩典的窗，对天顶施落主你的恩惠，主你量身定做互因，伫过来一年所需要的一切，主你互因恩上加恩，互因伫上帝你的祝福的中间，成做一个生命好的管家，通管理上帝你所享受的一切，互因手所做的工归伫上帝，荣耀归伫上帝。阮伫你面前，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生日快乐！咱来请师会来报告，咱来请师会来报告。顶周聚会请咱家己看。本周聚会主日礼拜9点半伫教会，祈祷会拜三暗8点嘛伫教会，查经班拜六9点甲暗时7点半伫线上。圣港服侍下周聚会请林安律执事领诗，请陈少客、苏琴我本人、苏宪甲招待请郭依玲甲尤丽芬2位执事，爱餐请尤雅丽姊妹。新安宫读经表请咱照即个顺序来读经。集体交通，第一爱餐了后。请大家留下整理教会的环境的摒扫，除旧布新，请大家做伙来服侍。第二伫2月17日早起9点半，咱有青霞礼拜，欢迎大家三甲来圣殿敬拜祈祷，迎春迎福。礼拜后咱嘛有新春的爱餐的分享，请愿意三甲参加爱餐的一家一菜。咱较远的兄弟请咱免客气，教会有准备欢迎咱大家留来做伙共享主恩。第三2月12日伫中华中会春季聚会，请代祷。第四生日的请吴一霞、杨玉礼、孙海土、萧辅仁、庄系的、黄玉秀、詹春甘、方有忠、吴松林愿上帝祝福因。奉献报告，请咱家己看。有出入的，请向咱的会计人员来更正。代祷事项第一，为着身心欠安的庄人聚，甲为教会所有长辈的健康平安来代祷。第二，为教会青少年的身心灵课业甲升学考试来祈祷。第三，为适婚青年的婚姻来祈祷。第四，为出国在外的青年刘玉明、林义轩、刘义君来代祷。咱来迎上迎信息507首，荣光归圣父上帝。请咱起立吟全首，吟诗线，请牧师祝祷。荣光归圣父上帝，荣光圣亚圣神上帝。在地的
同心来祈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神的同在、感动相通扶持，甲恁正人三角之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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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坐，别得避讳。